今日禮拜日，客家日報醫療專題報道，我為大家紹介兩屆對台灣醫療發展事項當有貢獻的客家勢力醫生，分別係刺澎溪和松水寮。松水寮係先做主動人，兩成人當3萬做肝癌的研究和防治，造福台灣當地百姓。本醫界按照係治療台灣肝癌的路子工，佢3萬提升台灣醫療的品質和醫療教育的改革。嗱，呢屆律師屏東內部嘅刺澎溪係光復之後，台主任提主任外科主任藝術當站調，廠內為強國人免費治療，軟性技術當受到推崇，對台退休之後，更加係轉到故鄉回饋地方，先後創辦梅科中學、梅科附中，為台灣嘅醫界培育出當多福利嘅專業人才。6對有名的人刺澎溪，喺台灣功夫過後，台大醫院第一院外科主任，未喺屏東內埔鄉第一個用醫學教授身份開業嘅行業。刺澎溪嘅外科宿舍獨強，病人上下2公尺遠，當為做好心救治人的佢，還接受免費同強苦兒治療。我阿叔就很慈祥的人啦，所以佢嘅醫院吼。都是個啊，攏會救人啦，哎呀，啊，鬼苦的伊都會幫忙他啦，我都冇誰輸錢啦。今日先一定有一個老人家啊，同佢來哦，來還30年前的嗰個醫藥費呢，10萬的用完，台灣唔知多錢硬唔知啦，見我30年前的醫藥費啊，就來帶定來呢，安尼30年前的是第一次啦，5年、10年、1年的雙有哦，由右上。左上，然後呢，左下，右下，4個象限來聽診。刺澎溪一側手無聽不用聽，愛搭車鄉里，先後創辦美科中學、美科附中，提供本6對子弟有更加好嘅讀書環境。土屏東縣內埔鄉嘅美科技術學院，先前就係由刺澎溪藝術衍生出來嘅美科附中。民國54年創立，喺台灣歷史悠久嘅護理專科學校，俾台灣醫學界培育出一代護理專業人才。啊，那間學校都有發鋪請到台大的教授來當美和上課啊，所以他那時候很用心，因為伊講我哋體界伊講醫生，伊純粹他是在造福。並沒有存錢。當時呢，嗰多人呢，聽伊講啊，唔多使學校啊，要存錢啊，我去特別是公務司的實教，讓我存錢，他是以佢嘅想法唔一樣，有堅持要鼓勵嘅家鄉，使個學校完全都為家鄉子弟讀書嘅方便。台灣港人之父宋水寮先生，本旦先生家業出色，從細困難地做當做醫生的阿爸，俾到照顧地方空嘅病人做到2頭烏。老病人看做係親人的精神，係佢一生人學習嘅典範。嗰陣時主動當盡營業，係以個性啊嗬，拜相安，長街路。家庭的拜相安，當太善人了，很窮苦一看哦，沒拿錢，他對病人是相當的，很多事情從病人的觀點去處理這些問題，這我們都可以，感覺到他這個，我個人深信他父親的，行為呢，他的行止呢，對他有很大的一個影響。日本時代，日本研究發現台灣嘅肝癌含加黃疸性肝炎特別多。喺日本教授嘅鼓勵下，宋水寮先生開始落身研究肝病。雖然辛苦，唔過經研究更有興趣。民國71年，佢喺台灣第一個用臨床醫學者身份，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，肯定佢對台灣肝炎研究含加豐益嘅貢獻。
加后生嘅陈天星、韩国恩师宋水流先生，係強強愛物體的微創學家。所以现在的消化内科的医生呢，大部分的不是所有的，不是只懂肠胃道，或者甚至只有懂胃的事情，大肠就不太懂，那更不要说是肝脏方面。那宋教授是他两方面，肠胃道和肝胆系统方面的所有的这个消化内科的部分，他都非常的这个专精。所以我说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少，所以才说是一个濒临绝种的这个学者。研究医學嘅宋水流先生一生熱烈之業，後生嘅漫天下之餘，呢啲家掉一胎接第二胎，陸上諷刺國業。台灣國業研究嘅成果一套國際舞台有為好名聲。就算佢94歲嘅，當然還係透過佢研畢，被用對肝片研究有成就嘅興產嘅。1984年公生嘅齊鵬熙，每當用心當新聞嘅虔誠hiệu產嘅，童年天數得到希望，一直係佢做人做事嘅原則。對一片人實力學高，搭車有理，總係盡自家嘅能力來童年天數。齊鵬熙、宋水流也兩位先生，都為台灣創造嘅眾多嘅奇蹟，係醫學界嘅功用，更加係客家嘅功用。下個小文分片上齊飛嚟做下報道。